國際家居零售有限公司今日宣布，適逢 JHC 35年致慶，本集團正透過全面品牌升級邁向新里程。為配合長遠發展目標及策略性市場定位，本集團已對旗下旗艦零售品牌進行全面升級。自2026年7月15日起，該旗艦零售品牌將正式由 JHC 日本城升級為 JHC 真好城。國際家居零售主席兼行政總裁魏麗霞女士表示，35年前，我們透過進口優質日本貨品，贏得清晰的市場定位和顧客支持，讓品牌得以與香港一同成長。對此我們銘感於心。35年過去，我們的全球供應鏈大為成熟，單一產地標籤不再反映我們當下的經營模式。故是次我們進行品牌升級的同時，亦為公司挑選了新的名稱，同時維持 JHC 這個深入民心的簡稱，期待以最真最好的產品和服務，繼續與香港人同行。